好，来继续来看远东航空，无讲安怎，话停飞就停飞，引来民怨，搁互周刊来压料，讲有财务的危机。远航的董事长张光伟，伫咧停飞了后，今仔日第一届出面来公布远东航空未来的发展，甲机队汰换计划。张光伟嘛来澄清讲，远东航空的财务无问题，针对周刊不实的报道，要提出告诉。 远东航空大动作公开全新买来 ATR 新的无人机要改变未经停飞航班的无好观感，强调讲明年过年前将有10台 ATR 客机代替较旧的 MD 客机，而且佫提早5个月。从8月开始淘汰，好，然后8月淘汰一架，11月淘汰一架，12月淘汰2架，好，然后由 ATR 接续上，这样子不会影响这个国内的运能。 张光伟嘛表示讲，绝对袂阁发生被限时飞行影响旅客权益的状况。那新的 ATR 机队是没有实现的哈，就没有这个时间管制。新的无人机无飞行时所的限制，不过对着有周刊咧讲，远航2年前就有财务的危机，甚至连国安局拢介入调查，远航嘛有话要讲。这个是。就笑话一则了。相关不实的报道，我们会提起公共危险的这个告诉。民航局表示讲，有伫继续监管远航的财务状况，远航换新的无人机真有信心，不过消费者敢有认同，都要靠时间来证明。